手把手，祷告手。幽暗的隧道走完之后，我们会看见什么呢？坐在火车上，因着隧道是黑暗的，以至于窗户就像镜子一样。人生有许多的窗户，若是我们在黑暗中，常常只会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只会看到自己的困难。但我们看到隧道走过之后，那种明亮，窗户马上就变成看到外面的美景，不再容易在这窗户的玻璃上看到自己的困难，而是眼睛可以看往前，看到窗户外面的美景，特别看到外面的阳光，使我们真知道人生黑暗有时，我们光明有时。而这个取决于黑暗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位主，他愿意亲自扶持我们，因着他爱我们的福音大能，使我们真知道在黑暗当中我们存心忍耐。就像在圣经希伯来书12章1节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感谢上帝，透过世上的一切生活的经验，透过很多的见证人，特别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感恩哦，我们真的见证到这位主他福音的大能，怎么带领你，怎么带领我，怎么带领身边的人，恳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也成为见证，能够来见证福音怎么使人从黑暗到光明，使人在黑暗中是有盼望的哦。家庭也一样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家庭怎么经历主的带领，更来见证你的美好经验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